喺華北平原之脊，一座山用25億年嘅岩石定義咗崇高。佢並非陡然崛起，而係古老陸核喺億萬次地殼運動中不屈飆升嘅史詩。攀登泰山係攀爬一部直立嘅大地編年史，腳下嘅礦石名為泰山習座，係華北喀拉通最古老嘅基底，年齡可追溯至太古宙，咁意味住當人類文明尚未萌芽，泰山已然在此屹立咗億萬年。18盤係泰山地貌嘅點睛之筆，其陡峭形態源於斷裂構造嘅飆升與差異風化。堅硬嘅萬石形成台階，軟弱嘅萬層被侵蝕，共同雕刻出呢一道自然與人力共築嘅天梯。跨過南天門便是天界。呢座始建於元代嘅閣樓式門洞，係三重空間理論嘅物理界標，一門之隔，兩個世界。呢個係旅程嘅煉獄段，亦都係精神嘅升華處。佢用最原始嘅體感教導我哋崇高嘅代價。呢個唔係普通嘅書法，而係帝國嘅政治宣言。開元盛世，元宗皇帝將自己嘅功業與治國理想以銘文形式匯報俾天地。泰山因此成為國權神授嘅最高見證。而呢座墓誌碑則叫釋咗另一種東方智慧：大功不克，大德不鳴。留白係對天地之大美不言嘅至高敬畏。當條件契合地理課本上嘅名詞化為現實，因地形飆升、冷暖氣流交匯而形成嘅層積雲，鋪展為震撼嘅雲海玉盤。呢個係泰山獻俾征服者嘅自然加冕。蓋頂之巔係自然力量嘅極致，更加係人文精神嘅加冕。每一處石刻都係一個朝代嘅簽名。泰山之所以為代宗，唔在高度，在於重量。佢積澱咗地球漫長歲月嘅記憶，更承載咗華夏文明對天地人關係嘅終極思考。呢堂攀登係一堂關於時間、力量與信仰嘅立體課。